咱来先甲祈祷。非常伫即个特别的主日，阮甲全世界属你的基督徒三角中守圣餐，伫遮收起阮的主为阮所做的一切。阮要行即个圣礼殿来纪念你，求你圣神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敬拜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感觉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读即站圣经，《使徒行传》即站圣经吼，是路加伫描写五旬节了后吼，教会的情形。五旬节圣神降临了后，教会开始，教会的 birthday， 教会节日出世。这是一件真大的代志。路加福音甲使徒行传即两本册吼，拢是路加写的。早时伫创设入圣经的时候，为什么伫即两本的中间夹一本约翰福音传？我嘛毋知啦，到底是安怎我嘛毋知。有一个神学学者讲吼，这是最莫名其妙的。伊用英语写讲 ，the most puzzling divorce。伊讲 divorce， 咱拢想讲是离婚啦，无一定啦。物件本去嘛是用做 divorce。伊讲，伫路加福音甲使徒行传中较差一个迄落。这都知影伊拢是路加写，你若买两本甲做伙哦，约翰我要放到头前安怎？这是真趣味的代志，我无解答啦。不过这是我路加有人讲路加是教会历史上头一个教会历史家，这有影，因为伊写的这路加毋捌拄着耶稣，路加毋捌拄着耶稣，所以伊所有福音传，伊的路加福音内底物件，拢总伊温柔去收集，才整理。伊有真侪物件吼，伫路加福音内底，别本福音书无。譬如讲玛利亚圣诞节是怎讲？天使来找玛利亚，惊死你约翰安怎出世？迄个天使因去做家，这个代志，别个福音书，敢若马太有嘛，无像路加遮尔详细。所以真侪学者讲，路加有可能捌去对玛利亚听真侪耶稣细汉的代志。譬如讲，因去圣殿12岁的时耶稣去圣殿这项代志，别本福音书哦。这做老母的人会晓甲伊讲，是伊有可能接触到耶稣的亲情，对因听的资料，在边边做伙。伊毋但安尼啦，路加写福音书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。我拄仔讲伊是历史学家，伊将一个事件讲了，伊拢会用真短几节，伫遐讲伊家己对遮个代志的看法。譬如讲，我拄仔讲耶稣去迄个耶路撒冷，甲因爸母，因爸母找伊过来去遮项代志了。你若看路加第2章的上尾仔节，遮个代志拢总过了。伊写讲耶稣甲伊的爸母转去耶路撒冷，搁落去第52节，伊写一个讲耶稣的智慧甲年岁若加添，上帝甲人若听伊，这是路加的 comment。伊耶稣的代志讲了，迄是伊的意见。即节圣经吼，伫遐敢若一节尔，实在是对耶稣12岁到30岁中间，咱敢若有迄节圣经尔，剩的拢无呢。所以路加拢会安尼肯 comment。咱今仔日读即几节的对使徒行传的圣经，都是伊对圣神降临了，伫耶路撒冷彼得讲道，
3000人悔改，即项代志了，这是伊所做的 comment。即几节圣经是伊讲的，伊所有路加，你搁去路加使徒行传，你家读吼，真侪所在拢有路加放迄个 comment 伫内底。路加的 comment 普通拢短短啊，无真长，拢真正面，这是路加的特色。伫即个圣经的内底，伊的 comment 伫讲初代教会的情形的时，伊有讲几若项真正面的，就是吼，头一项，咱伫遐读的，伊讲迄个初代教会有真强、真坚强的迄个 leadership， 领导者。伊伫遐讲使徒行基事新业，逐个拢真欢喜。过来伊讲因有宣教的活动，注重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，真侪人过来信耶稣。因有交义，有疼心关心遐选用人，因所有的面拢公家用，逐个拢摕来，逐个选的面公家用。因有敬拜，日日专有当心伫殿里学老上帝，因有敬拜。伫遮描写初代教会活动的中间，路加加一句话讲，也伫人家百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。有一本英文的圣经，我要找倒一个翻译，找拢无。我捌看过，伊讲因用欢喜诚实的心 ate their food， 食因的物件，迄物件我有可能是大家拢总炸来的物件，是教会买，我毋知。因伫遐做伙食物件。你若真正详细想，伫教会内底食即项代志，敢有需要特别伫遮？安尼提起，食有人讲这就是圣餐，若圣餐的时，伊应该讲，人逐个拢做伙伫遐坐主的道圣餐，无伊讲食，因伫人家百饼三甲啉食，啉食咱拢真需要，逐个人拢需要，敢有特别着伫即个教会遮尔兴起的时，特别咧讲即个代志？有啥物特别的意义？我想这甲教会是啥物有真大的关系。至少对路加来看，食这项代志伫教会内底真要紧。咱知影吼，咱台湾人真重视做伙食饭吼。朋友若开讲了吼，上尾拢都爱食一个饭安尼，无食就袂煞吼。阮老爸讲吼，中国人足敖食，足敖食即文化足厉害吼。伊讲吼，中国人吼是有门的食甲沾水，无门的食甲凊腿吼。两骹的食到楼梯，四骹的食甲倒跪。咱逐项拢食啦，即有影吼。伊佫讲吼，阮爸嘛真贤讲笑，伊讲原子弹甲火箭若会食着吼，中国人早就发明了啊，毋免佫囥到遮久才互因发明着。你佫想看觅，5000年的文化，啥物会食的拢也变出来啊！伫路加吼，毋是干那咱台湾人咧重食尔，路加嘛真重食，你知影？伫路加福音传内底吼，路加常常记耶稣吼，伫食饭的时吼，讲足济足要紧的假事，拢伫食饭的。我今仔日的讲道叫做食饭配话，耶稣足爱食饭配话。你伫路加福音传的内底，耶稣足爱食饭配话。我记互恁听吼，我大概安尼拢甲读过吼。伊伫食饭倒讲的，伫第5章吼，伫第5章迄日，我会小可讲迄个背景互恁听，因为中间的人若无熟的人吼，伫第5章，耶稣有一日去到一个利未，一个叫做利未是一
一堂抽税的吼，抽税伫迄个时阵的社会足顾人怨的啦，因为因替罗马政府做代志，所以因顾人怨。有一个抽税号做利比，尾仔伊改名做马太，就是写马太福音传迄个啦。伊叫利比讲你来对我，啊圣经写讲对利比所放的拢对耶稣。啊了后吼，利比请耶稣去因兜食饭，拜宴时请耶稣，原来请伊的同事啊，就是拢互个人怨的遐个同事，伊伫社会拢无人真讨厌的人，遐个税务机关的人安尼做伙来食饭，啊遐个有人看着讲哦，啊这耶稣哪会去甲咱即个罪人咧食饭？耶稣知影安尼是伫迄个时阵讲一个足要紧的假事，我相信咱逐个拢捌听。耶稣讲，勇行的人无欠命医生，只有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伊讲我来是要拯救罪人，毋是要拯救伊人。恁捌听着即句话？路加第5章，路加第7章，耶稣伫法利赛人西门的厝咧食饭，有一个查某人来摕香油，甲抹耶稣的骹，啊用头毛拭耶稣的骹。路加明明讲，迄个查某人是名声有问题的查某人，啊，大家看。哇！啊，你哪会有一个查某人？耶稣是查甫的，吼，查某人该抹伊的骹，佮用头毛拭。因讲哇，这是有啥物特别关系的？看到无哪安尼哦？啊，因佫讲，有人佫讲哇，这香油遐尼贵呢，吼，迄足无彩安怎？耶稣利用迄个时阵，讲一个真要紧的假事，伊讲。即个查某人替伊所做的代志，伊的罪得到赦免。耶稣赦免你的罪，这真侪人啊，真不以为然啊。你是啥物人，你能赦免罪？总是耶稣讲，因为伊的罪重，伊需要听较济。耶稣伫遐讲听甲赦免的道理。啊，耶稣我有感觉，假使你若去互请，你绝对袂安尼啦。我绝对毋敢。伊搁伫遐甲迄个。请伊食饭，迄个法利赛人师傅甲伊讲啥呢？我入来吼，你也无甲我抹油，也无甲我拭骹。你看即个查某人甲我抹油，佮甲我拭骹。我请你，我着甲你抹油，佮甲你拭骹哦。迄耶稣讲，你敢无感觉耶稣真假呢？吼，你敢无安尼感觉？总是耶稣用迄个场合讲听甲赦免的代志。那么食饭倒转讲，第14章吼。我哪去互请？伊看大家咧抢要坐大位啊！老实讲，你嘛去互请咧。遐个别人下要抢坐大位，甲你啥物关系？若我去看你去抢就好啊。耶稣用迄个机会教人着爱谦卑。你敢无感觉伊真假无？你啥物代志？对毋？毋过耶稣用迄个机会，伫遐教人。伊甲遮个人讲，恁毋好安尼抢啦！你若真正互人尊重，人请你去坐大位，你着真有眼光。你若迄位无应该坐哦，人佫叫来请起来，你着真无面子呢。耶稣敢是安尼？伊嘛人客呢，伊毋是主人呢。啊，原来伫第14章，伊吼，伊设一个譬喻。说一个譬如，哦，伊搁落去吼，耶稣第14章搁落去吼，搁教遐个请伊的人，甲请伊的人讲，讲恁若要请人客吼，毋通去请迄落好野人，搁尊贵的人，迄落会甲你花请的，你毋通请的，你着请迄落袂甲你花请迄款人，你才有福气。我嘛是感觉耶稣，你是咧讲啥？若准你是请耶稣的人，你感觉讲，你这个人是安怎？敢毋是安尼？过来，伊讲一个真出名的譬如，讲有一个财主，伊要请人客，伊所请的人客，逐个拢提示讲因袂当来，有诶讲伊带我，有诶讲买有啥物话无，拢袂当来。啊，所以伊要请人客，无人来，迄个
民主甲迄个好野人甲迄个伊个萝卜讲，恁去街仔路，所有坐伫篱笆边仔去食，迄拢甲叫叫入来。耶稣伫遮教示，用迄个机会教示人讲，上帝恩典常常应该得的人得袂着，毋应该得的人得着。伊嘛是伫遮问答个顶头讲的。过来，恁看路加15章，放荡主的故事。放荡主的故事上尾啊，是开 party， 做伙食饭来做结束，对不起。第19章，耶亚撒该的代志，撒该嘛是抽象。路加讲伊是抽象的头人，所以是耶利哥城的税务稽征处的处长啦，做真大呢。毋过伊原来个人，伊人较矮，人地拢排要看耶稣吼，无人要过，所以伊爬去树仔顶看耶稣。恁知影个故事吗？耶稣到树仔讲：我阴阳要来住恁兜。大家嘛感觉足奇怪，你要去住抽象的因兜？耶稣去。圣经讲，迄暗嘛伫食饭的时，撒该真欢喜，悔改，甲耶稣讲：我的财产一半要互所有人，剩的我若甲人贪1箍，我要4箍的人。耶稣伫遐欢喜，讲救恩来到伫即个家。第19章，过去当然第22章。耶稣设立晚餐的代志，咱今仔日是世界共同的圣餐主日，咱伫遮有哪要守圣餐？耶稣22章遐，耶稣创圣餐。路加无讲真济，耶稣伫圣餐顶头讲真济代志，总是你是看，你若去看约翰福音段，约翰福音段第12章以后，耶稣甲学生做伙。甲学生洗骹了，因伫遐食晚餐了。耶稣讲足济话，伊所有的教士、三厅的教士，拢伫食饭桌顶讲。甲伊的学生做伙时，伊讲的，恁着三厅，像咱拄拄头今仔日，恁着三厅，亲像我有听恁，这是我的命令，新的概念。伊甲伊学生讲，恁的心毋免烦恼，恁着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真出名这个话。伊甲多马讲，我就是道真理，是道路生命。伊原来是拢伫食饭桌顶讲的。过活了后，过活这迄早起，有2个学生离开耶路撒冷，以马忤路上。我确定啊，尾下会阁讲到这个，我迄阵仔再来讲。但你看伫路加福音段内底，耶稣偌尼济教士。足要紧的教士，拢伫食饭的时讲啊。所以食饭会话，耶稣上爱食饭会话个是。但伫使徒行传路加嘛讲同款代志。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4节，大夫的圣经讲，伊甲因自执的事，伊甲因自执的事。你若去看圣经。我要安怎甲你讲？圣经有注解的，所以有诶圣经诶下骹会讲即句会当安怎翻？真济本诶圣经下骹拢有写讲，迄句伊甲因自执诶事，原来会当翻作因甲伊做伙食饭诶事。伊甲因自执诶事吼，英语是 while staying with them， 甲学生 stay with them， 偌久？耶稣过活了后，咱拢知影，伊甲伫学生的中间出入40日久。伫即40日久的一定做伙食饭啦。伫迄个时阵，耶稣命令因，叫伊毋通离开耶路撒冷。了后，耶稣甲因讲：恁着去普天下传福音。迄嘛是伫食饭的时讲的。学生接受伊的命令了。要传福音，要安怎传？若要为着福音做变迁，头一项代志，爱拍破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的隔膜。外邦的宣教，因为咱若讲着外邦的宣教，咱
其实你若去读，你去读迄个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，头一个对外邦宣教的人，毋是保罗，是彼得。路加迄个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，路加写讲哦，彼得巴肚枵，啊，伫厝顶咧祈祷。伊巴肚枵的时，伊看到一个异象，一百步落来，对天顶落来，顶头有一寡动物，拢是以色列人摩西看做无清气的动物。猪是中午仔一项，中午一项，因袂使食的物件。迄个有啥甲伊讲，你枵巴肚枵，抬起来食。伊就讲这无清气，我无食。上款迄个异象3遍了，彼得听到一个声甲伊讲，上帝互伊清气的，你毋通掠做粗俗。遮个恁看做粗俗的物件，上帝看做清气的，恁袂使看做。迄个了后，随时伫楼骹有人咧弄门，有一个意大利人的人，叫做哥尼流。伊讲伊原来看到异象，伊伫祈祷的时看到异象，叫伊倒来迄个所在找一个叫做彼得，上帝灵咧做工，所以有人来。所以彼得对哥尼流去，迄个是头一个对外邦传道。上帝看做清气的，恁袂使看做粗俗。上帝敬的人，恁毋通甲伊看轻；外邦人嘛是人。佫一个故事是保罗，咱拢知保罗本来是要带一阵兵去大马色，要去掠基督徒。伫路中去互光照，伊青面对马顶跋落来。咱知影即个故事，伊无人甲伊带入去大马色的城内。3日久，伊目睭无看到。上帝叫一个基督徒安那尼亚去找伊，将伊的目睭医好。路加讲保罗吼医好了后吼，头一项已经食就勇壮，食饭真要紧，食饭真要紧，已经食就勇壮。路加无讲伊甲啥物人食，我想咱会当推论讲，可能是甲安那尼亚做伙食，去谈伊迄个人做伙食。了后，路加佫讲，扫罗甲大马色的学生，甲大马色的基督徒做伙带过来日，当然做伙食饭啊。啊，你想讲因伫食饭咧讲的话，会拄仔讲今仔日天气真好是无？我相信保罗会晓甲因分享伊伫大马色的路上所拄着的代志。为什么路加将教会甲邻舍安尼摆做伙？我想这是路加看教会的伊的教会观。咱的教会，你若家己甲你讲，我若讲叫你讲教会啥物，你可能会画一张安尼尖尖的塔呢，无人会受去嘅，这拢无毋对。你若问路加讲啥物是教会，伊可能会甲你讲，都食饭倒啦。因为食饭倒伫咱兜真要紧呢，咱逐日拢会坐伫迄地呢。无熟的人客吼，你才带伊去人客领坐。较熟的同客，我想拢总坐伫食饭倒较济，敢是？食饭倒是爸母甲囝儿沟通的所在。食饭倒是有时囝儿伫遐读册的所在。有时啊，起码摆咧相骂嘛，坐点食饭倒相认，敢无？食饭倒真要紧呢。对路加来看，教会的宣布是一块生产道。咱今仔日我讲过啊，甲全世界基督徒做伙修今仔日
圣餐。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意义。伫主的内面，咱是一个家庭。你会使敬朋友，你袂当敬你的厝内人。伫咱的教会内底，咱三甲制度，教会内底袂当互人伫遐安尼无应该一个人无人插伊，家己吃饭。咱较顶仔会读《哥林多前书》12章对23节，家己保罗伫讲圣餐的意义。保罗是安怎讲圣餐的意义？我毋知影恁中间人几个人知影这样代志。我读迄个经啊，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1章第20节到22节。第20节到22节，伊讲我这是用新约的圣经，新约的台湾话圣经吼，较白的台湾话，咱较快了解。保罗甲伊讲，恁自入的时，毋是伫食主的晚餐，因为恁逐人赶紧食家己带来的物件，结果有的枵，有的酒醉，恁嫌无厝通食通啉。恁是藐视上帝的教诲，也得互无面通食的人见笑是无？我要对恁讲啥物？我兼着甲恁学了，无？伫即项代志，我袂甲恁学了。保罗咧受气呢，是安怎？因迄个拢家己炸物件来，我炸较济，我就食较济。食甲酒醉，枵的人、散家人拢无通食。保罗安尼袂使，当然袂使。伊搁落去，则讲圣餐的意义是倒遐？耶稣为着咱拍破，咱较顶来读。第33节，伊讲遐圣餐的迄个意义了，伊甲伊讲，所以我的兄弟姊妹，恁自入食主的晚餐的时，就互相听候。若有人枵，就伫厝内先食，则免恁自会颠倒受上帝审判。这是保罗对伊讲的。伫教会内底，咱做伙啉食，毋是有人通食，有人无通食。我拄来Burnaby这间教会是差不多要10年前。咱迄阵礼拜坐甲甜甜吼，礼拜了拢回楼骹食饭，恁会记袂？坐甲规间甜甜甜吼，大家安尼做伙食饭，迄个时间足水的，敢毋是？总是你若想象讲，咱迄个食饭，有个人食到饱圆圆，有个人坐到边仔看无通食，安尼敢是教会？安尼敢是教会？我伫台湾的时候，去一个朋友的教会。我去伊的迄个交易厅遐，看伊壁的顶头搭一个祈祷文，伊甲我讲，迄是因食爱餐的祈祷文啦，客应文啦。客应文我读恁听吼，牧师读客，信徒读应，读迄个读应吼，我念互恁听吼。牧师讲客讲，感谢上帝，菜色澎湃。应安怎用呢？开动以前毋通割菜，牧师搁来讲三娘老幼互相款待，袂歹啊。搁落去清理好势，才来包菜。你要即间教会有啥物问题？有诶卖前卖就要割菜，看大地就先免硬。上尾啊，大家做伙念，爱餐有听，见证主爱。我甲即个牧师讲，恁遮有人伫卖前话就要割菜啊，甲卖前话就来打包的吼。伊讲是啊。伊讲吼，我歹势讲啦，所以我从要想一个办法，要食以前咱做伙来读册啦，袂使割菜。袂
袂使袂前袂就要打包，因为这是人生的重点呢。人生的重点，伫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即落代志袂使发生。做伙啉食，是咱伫教会内面会听甲友谊的一个考验。毋然安尼吼，伫教会内底吼，袂使伫教会内底无迄落无爱甲人食饭的自由，你感觉？听起来真专制吼，无迄落无爱甲人做伙食饭的自由，总是这是事实的。咱今仔日读的圣经就是这个，你感觉加勒代就是这个代志，你知无？因为你无要甲某一个人做伙食饭，你若毋是看轻迄个人，你若毋是藐视迄个人，就是你甲迄个人的中间有问题还袂解决，敢毋是安尼？大家拢会去请朋友食饭，你一个人，即个互我看着足下，我袂去找伊食饭，绝对袂。教会内底无迄落自由，你知无？今仔日咱读家己太书保罗讲一个故事，初代教会为着要传福音，要通传福音互外邦人啊，有这真大的问题。外邦人是外国人，犹太人以外人，有真侪犹太人想讲救恩是上帝予咱的，干那犹太人有命，外口的袂使。啊，外口的若袂，就爱甲咱犹太人共款才会使。会哥哥啦，保罗为着这头壳足痛。较传统的犹太人，因感觉有诶感觉讲，救恩着咱的啦，外国人毋免插伊啦。啊，有诶小可较会当较了解淡薄讲，好啦，咱传福音袂要紧啦吼，总是叫因爱守犹太人这物件，惊割礼啦，啥物物件袂使食，着爱守。啊，保罗是真自由派，伊感觉讲这甲救恩拢无关系，这拢毋免。你若要信耶稣，就信耶稣就好。你毋是犹太人，你是新的以色列人，毋免烦恼这个代志。老实讲，彼得吼，彼得我拄仔讲的，头一个对外邦人传教的是伊吼，毋过伊吼做一个犹太人。伊的背景，伊的传统吼，伊安尼，伊无啥甲来爽快啦，伊无啥知影要安怎啦，伊还阁需要 struggle 即个问题。保罗写讲，有一日因伫安提阿即食饭，本来彼得甲一寡外邦的基督徒做伙食饭都好好，忽然间有一群人。对耶路撒冷，对雅各遐来，雅各就是耶稣的小弟雅各。对耶路撒冷来，我来读这个时候是感觉讲，阮即摆做牧师要去探会，我拢会先敲电话。迄个时阵也无电话啦吼，也无Line，逐项拢无啦，也拢袂当有用的。我会记得细汉的时，阮兜定定安尼吼，啊忽然间有人来阮兜，啊阮老爸的朋友啦，讲真久毋捌看来。啊，就阮兜食饭，啊，阮要食拢叫因食了了因兜。即落代志，恁捌拄着无？厝诶忽然间外口有人过来，啊，迄个时阵也无电话通联络啊嘛。即拄是安尼，因忽然间对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，啊来啊入去要食饭。啊，彼得看着遐犹太人，因拢捌伊，遮人是绝对无要传道理，互外邦人迄款的人的犹太人，伊看着吼，爬起来，歹势，啊对因去，啊另外开一道。保罗为着安尼甲彼得冤家，保罗讲依法就是彼得啊。保罗为着安尼甲彼得冤家，因为保罗甲彼得吼是迄个时阵足要紧的教会领袖，敢毋是？你敢会当想象讲，即两个冤家，教会会变安怎？啊，即两个为着啥物代志冤家？为着食饭冤家呢？你看食饭偌要紧，所以我讲，
你无迄个无要甲什物人食饭，迄落自由你无。咱大家兄弟姊妹坐落来，三担领受上帝恩典。教会存在的所在，无论时间空间，上帝的囝儿伫人间伫教会做伙啉食，亲像路加讲的，用欢喜的心三角八饼啉食。对咱做伙啉食，咱显出咱做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有哪是纪念咱的主，亲像保罗所讲，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我拄有讲路加伫讲过偌济个故事吼。以往我路上即两个，恁故事恁大概拢知啦吼。耶稣即两个学生本来迄是过偌济迄早起啊。因有听到人讲耶稣过活，毋知为着甚物因单离开耶路撒冷，伫路中，圣经讲有一个青云人来甲因讲话，来分拆圣经互因听，甲因行，行到因要到的所在，因要捡解决。迄个人要搁继续行，伊甲因讲：天暗啊，你甲阮做伙住啦，咱做伙住。所以，迄个人，迄个青云人入去甲伊做伙住。因坐落来要食饭的时，圣经讲耶稣摕饼掰开互因，圣经讲因的目睭就开，认得讲即个是耶稣。这是真水的故事。路加会搁偌济故事是用食饭做中心。你想看路加这本册吼？写的关于食即个代志，伊用即个做搁偌济故事呢？普通咱听搁偌济讲道，拢听到遮尔啦。我知影，我嘛拢到遮尔啦。耶稣掰饼，咱就讲吼，掰饼的时候，咱目睭会开，咱就祈祷上帝。伫咱守圣餐的时，咱嘛咱的目睭会开，那这拢真好。真少人搁读落去呢，我读互因听吼。因本来到遐天暗啊，要住旅馆，总是因看到耶稣了吼。我即摆用真白的台湾话圣经读互因听吼。对第33开始吼，因甲耶稣，因知影迄是耶稣了。圣经讲耶稣从无去，对因的中间无去，这是耶稣过活的体。第33讲，因随时出发。倒转去耶路撒冷，看到迄11个使徒甲其他的人聚集伫遐，伫讲主真正搁活啦，伊已经有出现互西门看见，互彼得看见。迄两人就将伫路中所发生的代志，甲耶稣的得掰饼的时，因才认得伊的经过，拢讲互因听。迄两个学生。伫讲遮个代志的时，耶稣亲身徛伫因中间，对因讲：愿恁平安。因也惊也错，想讲是看到鬼。耶稣甲因讲：恁是安怎不安？心内哪会得骄疑？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确实是我。恁望就知。因为鬼无骨无肉，望看来咧，我拢有。伊讲了，就将伊的手甲骹伸互因看。因欢喜甲毋敢相信，又感觉奇怪的时，耶稣问因讲：恁遮有甚物通食无？因摕一尾烘好的鱼互伊，伊就伫因的面前接去食。这站圣经吼，咱搁偌济真难去听的吼。路加会搁偌济是用
生耶稣背命，学生不求开。迄日的结束，是耶稣伫因的面前，用遮甲因讲，我真正过活。因为咱的耶稣是真爱食饭买话耶稣，毋过伊食饭所配遐个话吼，实在是拢足无命个，你感觉？咱真感谢，今仔日咱会当相甲伫遮修行禅，咱来相甲祈祷。非常地感谢你，互阮通过阮做伙想阮的主，伫路加福音的内面，通过遮所立的教示甲伊的部分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机会做你的行儿。而且阮要送甲这阮的主的道，甲所有全世界的兄弟姊妹，要强守这个圣餐。主恳求你拍开阮的目睭，互阮对这个饼、对这个杯，会当体验你的恩典。阮感谢你，求你互阮成做真好牦、三听的教会，做好的见证，为欢喜。祈祷。